香港四大家族點樣影響城市？講到香港四大家族，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地產、錢、權力、樓價。但如果只停留喺佢哋好有錢，其實睇唔到真正影響。香港四大家族影響嘅唔單止係經濟，而係城市點樣被設計、點樣被使用、點樣被理解。一般所講嘅四大家族，包括李嘉誠、郭德勝、鄭裕彤、李兆基，佢哋分別代表唔同發展路線，但共同塑造咗香港城市骨架。第一，佢哋決定咗城市向邊度生長。大型屋苑、新市鎮、商業區、交通節點，好多都同四大家族旗下項目有關。當一個發展商決定喺某區大量投資，道路、商場、人口、工作機會就會隨之出現。城市唔係自然擴散，而係被資本集中推動。你今日返工嘅路線、住屋附近嘅商場、週末去消費嘅地方，好多時都已經喺幾十年前被規劃好。第二，佢哋影響咗香港人點樣住。由早期嘅屋苑化發展，到商住一體，再到大型購物中心連接住宅，香港人嘅生活模式被重新設計。住屋唔再只係住，而係同消費、交通、娛樂綁埋一齊。落樓就有商場，搭幾分鐘車就返工，方便，但亦高度依賴單一系統。呢種生活結構令城市運作有效率，但同時亦減少選擇。第三，四大家族影響咗香港嘅經濟方向。由製造業北移之後，地產、金融、零售、基建成為經濟核心。資本集中喺少數大型企業，令香港經濟穩定，但競爭空間亦收窄。中小企生存難度提高，城市越來越依賴大型項目同長線投資。呢個結構令香港好抗跌，但亦好難出現爆發式創新。第四，佢哋影響咗香港人對成功嘅想像。置業、供樓、入屋苑，成為中產，慢慢變成一條被默認嘅人生路線。當地產被視為最穩定資產，社會資源自然向土地集中。結果，樓價唔單止係市場問題，而係一個深層社會結構。第五，更重要嘅係，四大家族將企業變成城市角色。佢哋唔只係商人，而係影響交通、住屋、就業同消費嘅關鍵節點。係一個政府規模相對細、市場高度自由嘅城市，大型家族企業自然承擔咗準公共角色。呢個模式係香港獨有，亦係爭議來源。但如果離開情緒，回到歷史，必須承認一點，正因為呢種結構，香港先可以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，快速建立完整城市系統。問題唔係有冇四大家族，而係城市未來可唔可以有更多參與者、更多可能性。所以香港四大家族影響城市，唔係因為佢哋賺得最高，而係因為佢哋參與咗城市嘅每一層結構，由土地到生活到一代人嘅選擇。而理解呢一點，先真正理解香港。